好啦，跟住我就玩，我自己做咗個演唱會係畫，又玩千秋啦，又玩我個千秋去到2樓咁高，就唱陣間我哋做生命火炬傳播嗰首歌，就叫做我的驕傲啦。當時我哋一路做，我要做手語啦，做一段嘅手語，然之後就冇得扶住㗎，咁一路升到佢好高咁佢哋唱咯。咁跟住之後，佢哋試咗好多次嗰啲安全帶安唔安全啦，所有嘢啦。咁跟住之後，我當時要學跳舞啦、手語啦，咁就做自己第一次個人演唱會，做咗3場，終於去到第3場嘅夜晚，我終於頂唔順。我終於頂唔順，好攰，因為我冇得點食嘢咧，又冇太過緊張。於是我就唱到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嘅時候咧，就成個人跌咗落地。點算？我嘅演藝生涯係咪完啊？完未啊？未嘅。我記得我媽講，只要你肯起身就得㗎啦。咁於是咧，當時唱緊首歌，我繼續唱，因為我知我繼續唱嘅話咧，吉他手、琴手，跟住仲有手語翻譯會繼續打，因為當時我哋有手語歌冇翻譯員嘅，咁跟住佢會繼續打，咁即係佢哋知我冇事啦。咁然之後我就喺個 music break 嗰度，即係喺個間奏嗰度就同佢哋講，頭先大家係咪覺得好精彩啊？因為大家其實聽我唱歌咧，又見過我跳舞啦，又玩過手語啦，冇咩驚喜俾大家，所以我唯有好努力排呢一場跌，等大家驚喜下、緊張下都好啊嘛，係咪？你知唔知去到最尾咧，我竟然真係全場觀眾都相信，明欣你點解會跌得咁有型嘅？其實係咪排咗好耐啊？呢一場咧排咗幾耐啊？係咪排得最多就係呢一場？我成功咗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只要我記住我媽咪講，你跌要記得起翻身，而且每次都要咁快，咁我哋就可以一樣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，世間就可以不可能啦。即係不可能嘅任務你都可以應付到。好啦，仲有一次咧就係好無奈嘅呢件事，就係7年之前咧，美欣姐姐其實匿埋咗，亦都好少做公眾教育啦。點解？因為我爸爸當時走咗，離開咗我哋。咁本來其實17年嘅時候，我要做一個叫心知全員慈善音樂會，就幫一啲中國內地嘅一啲小朋友籌款一啲希望工程咁啦。咁終於就係因為我爸爸嘅個病情好嚴重，所以我就決定唔做音樂會住啦。咁延遲咗1年先做。咁當時我就係一直匿埋，但係我一直匿埋嘅時候，我同自己講，我希望我係正面可以面對翻所有小朋友，再面翻所有我嘅觀眾朋友，我先出翻嚟。但係我覺得我得嘅，因為我媽咪話跌咗唔緊要，企翻起身就得。咁咧我就當時繼續努力撐咗一陣，7年之後終於大家又見翻我。我就係記得當時我送過一首歌俾我爸爸，就係呢一首《Miss You Daddy》。Love you, how deep is your love, Daddy？ 平行時空你用不說再見。當然首歌唔係咁短啦。